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每日一客語新聞。客家委員會在苗栗公館鄉由復白公祭誕白公祈福儀式，在2024通化節起鼓，邀請大家共下賞通化，感受客家文化同神那嘅生態之美。客莊通化節係代表客家神那子弟敬拜土地嘅擁有恩情同深深嘅感謝，借白公信仰，本大家知得順應自然嘅啟發，始終神那教育同體驗嘅深化，有文化體驗嘅發起，還有帶動客莊經濟嘅發展。在無窮時節、無窮空間，使之人對地方文化不有認同感。今年發動期間點名各式商品，包含無印良品嘅旅遊包、馬卡龍、金色山脈內列色插，還有同氣拍麥酒、或者新租屋、露露野生活、面透負等。客委會未推出通化社旅行通化抗疫策平台，本民眾節時掌握最佳賞花期同遊場景點。相關資訊請到通化誌面書同客莊社旅行網站查詢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是祈福。祈福，佢去參加白公祈福儀式，佢去參加白公祈福儀式。唔學為忙，下一拜章來了。